中国嘅茶器同清代加入英文考试了後，係發現出無相關嘅藝術形式。廿幾年來回兩岸嘅茶味專家吳德亮，用佢對兩岸食茶文化嘅觀察，因為台灣一下正是行文創風，未發現出嘅藝術真有特色，特別受到歡迎。所以係規劃文人茶器展，韓國嘅出版台灣食茶之書。來推薦台灣特色嘅茶館，推動台灣食茶嘅文化。你看呢只茶館，也係按到側把，就是夾個壺把吼，都側面嘅。你看按做起來，既有個人體工學嘅設計，你看按青筍，冇法度講啊，係寫來寫咩中央都在拿青粉。清朝那日的茶壺，這些分析茶壺的使用性而有內得條件，嚟建築加留五光頭來做壺腦，同砂岩結合灰內容易文創，發展出個人特色的作品。日本茶藝專家吳德亮當懊惱，吳德亮自家在用舊的珍標，國家一代瓷磚畫出來的各種風情，加入段時良好，茶盤子增加藝術的氣息。多年來，對兩岸研究茶文化，佢認為列參台灣茶器的藝術發展，都受到市場歡迎。中國大陸嘅茶館大部分係師傅帶徒弟，也係阿爸傳本來嘅。但是台灣唔係，台灣來做茶館咧，專門係文人。就唔係藝術家，所以佢哋做嘅茶館要設計嘅人文思考，佢哋要設計嘅創意，所以呢做出來嘅茶館呢，充有文人嘅精神。是全球前半生設計複現同傳統嘅製茶壺工藝，加入文人特色良好。1980年代，中國開始嘅新文人化風潮，個帶起新文人茶器嘅風氣。台灣茶藝較重視嘅精神面。然後你要用版的表現兩比茶嘅好色，也係講表現佢精神。但是大陸呢就較重視外表，佢就會輕柔的肢體動作，甚至呢還要配合彈古箏啦，還要做乜嘅變到輕髮療。吳德亮認為，台灣茶器嘅藝術創作融入台灣菜體器材嘅特色，用到好嘅文創實力。嚟今年到兩岸各地來去，為到幫大家更加認識，還出版台灣食茶呢本書，去過台灣嘅新舊茶館，深入了解各位茶館嘅精神，還記錄台灣各位時期嘅茶文化發展。靠新聞發現上，劉文輝台北報道。